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再次到主的宝座前同心敬拜。现在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从关心教会的圣工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关怀艾滋主日，也是待降节第一主日，我们以盼望的心迎接圣诞来临。今日的现金将为花莲大专奉献。今天第二堂礼拜有洗礼。下周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郑正仁牧师将前来本会讲道请安。下周下午1点半，儿主举行圣诞欢乐派，当日佑星不开放停车。12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12月7日下午1点半，希望在圣诞福音茶会姐妹雅歌场与杨姐妹府上举行。12月7日晚上7点半，社区圣诞音乐会于礼拜堂举行，欢迎邀请朋友参加。今年圣诞活动预算为33万，请兄姐持续代祷与奉献。12月22日中午12点半，本会将于中山海霸王举办圣诞爱餐，报名到12月8日为止。今年希望在圣诞感恩系列活动，时间地点请详阅周报。12月7号到8号，本会许牧师师母前往参加伙伴教会茂林教会吴小凤牧师续任感恩礼拜。12月2号到4号，台湾圣经公会在深坑举办圣经诠释营，本会许牧师前往参加。12月3号到7号，张胜伟传道休假。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下周主日12月8号有圣诞欢乐派，所以佑星广场是全日不开放停车的，在周报上并没有写到，这提醒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来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的第1页，我们一起来读2次。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站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全能的天父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赞美。愿你在宝座上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你所赐下美好宝贵的礼物，就是那圣子耶稣的宝血，为了我们的罪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代赎。我们都要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陈明自己的过犯，心里所存不合你心意的事，都要在你面前一一细数，求得着你的赦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求主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真真切切地明白你对我们个别的心意，明白你所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意是何等美善。愿我们都能活出你的旨意，成为你在世上荣耀的彰显。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你是荣耀的君王。
求你赐下你的恩典，使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愿你悦纳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主圣灵如风充满我们的心，恩膏充满我们的灵，使我们今天能与你一同在圣殿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见你已被高举，彰显在你荣耀的光中，使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奇妙大爱。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接着让我们一同用主所教训我们的主祷文齐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我们依然一同站立，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拍手，主，我们用诗歌对你说，主，我们要全心称颂你的名。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全，主，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主，我们要宣扬你无比的大爱。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让我能进入你光明同在。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主，我们要宣扬，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让我能进入你光明同在。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一起呼喊主，你是全地的救主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
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哈利路亚！让掌声归给我们的主。主，是的，你的名配得我们的称赞，主，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主，请你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更深的来唱主啊，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是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全能的父上帝，你是永在的君王，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所定的日子一起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恳求这时候圣灵啊，我们欢迎邀请你在我们中间，你继续用那奇妙说不出的叹息引导我们，能够到天父上帝宝座前来，用心灵跟诚实与主相遇。谢谢你，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上帝。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12月1号，也是教会节期很重要，我们所谓的要进入圣诞节期的这个礼拜，能够一起来敬拜。特别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叫李长文，是不是李长文？我们欢迎哈，拍手欢迎他。云艺的朋友哈，欢迎，谢谢，你请坐。另外有王俊元、曾佳佳从嘉义上来的。来，欢迎你们哈，谢谢。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士林长老教会吗？我们跟隔壁请个安好不好？好，跟别请安，大家平安。我有3个哥哥，3个姐姐，你们都还记得哈？有人可能记得，我还有一个弟弟哈。所以在读西门国小的时候，8个全部读那边，读了6年级，没有买过一件的制服。那个时候制服是要用绣学号的，因为只要把哥哥的改那个数字改几个就是我的了。然后前面许成都一样，我们从基、从恩、从光、从我的道，我还知道我的制服要好好穿，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在等我哈，所以我不能够把它穿破。那我们这边是常常要有一个补丁，因为前面已经穿了12年了哈。我大哥大我12岁，所以当我在读的时候，他们的衣服我就上街。有哥哥姐姐很好，因为你承续了这些事情，不止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可以跟着他们。虽然说旧的衣服，但是新的功课他们教我，所以呢，我就有很多可以抄的地方，包括小学3年级开始作文课，已经不只是写作，要写信。要练习写信，不知道你们小学的时候作文课有没有写信？所以写信呢，我只要把哥哥姐姐他们以前曾经的作业拿出来，我写的那个作文，老师就觉得很惊艳。3年级怎么可以写这种信？只是作文课发回来，他会给我用红笔圈打个问号，有2个地方。因为我看哥哥写信，前面都是写比方说写给陈道平安啊，他老师竟然把那个平安刮胡起来，打个问号，教你们的没这个啊？你知道你要写给长官是什么样，对不对？写给平辈是怎么样？写给父母跟长官又不一样，啊，那个请安，然后写给你的晚辈，就是没有教你们平安这2个字啊，打圈起来，打个问号。写完信以后，我看哥哥他就是这样啊哈。他们写完信，最后呢不是反共必胜，建国必成哈，不是这样。他们写完信以后，他会写4个字，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照抄，就叫。你们写过吗？你们信上写过吗？我从小写信还不懂的时候就是这样写，老师一样把它圈起来，打个问号。这是什么？我就回去问我哥哥说：“奇怪，你们的作文可以98分，为什么我被圈2个红字哈？”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聚会、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中，他都与我们同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感恩见证餐会，我们一起用餐，我们也听了几位弟兄姐妹特别的生命故事。借着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再次被得激励。这真的是像圣经在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有很多好的见证。但是当我们分享出来的时候，就叫做报佳音，对不对？当我们没有分享出来的时候，你的生活本身是一个见证。但是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报佳音，因为我们不知道跟他们的接触，跟他们在一起还有多少的机会，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们讲。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华龙街口那个卖鸡蛋糕的，他看到我就说：“哦，我说感谢哦，你们几路的教育拢来给我买哈。”我一听我就发觉，有人真的跟他说我们是士林教会的，可是显然比例还太低哦。昨天要不动他，希望明年可以要得动他啊。我们要继续，保罗这么说：无论得时怎么样，不得时，务要传道，务要分享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计划得很好，像我们12月的圣诞这些系列，节庆组在7月、8月就启动开筹备会了。但是有一些在我们计划之外会跑出来，我们仍然积极回应。为什么？因为得时不得时。所以我们12月开始是这个礼拜6就有社区音乐会，下礼拜天刚刚提到有儿童的圣诞欢乐 party， 所以我们这个椅子全部都要移开，那边不能够停车，因为有80、100个小朋友会在这个地方一起经历圣诞节的 party。我们计划好了，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一场报佳音是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你看这是什么地方？那个场景左上角那个场景，你曾经从它前面过吗？天母芝山捷运站出来，德行西路那边有一个家乐福。下午2点，我们的雅歌诗班就第一场要去那个地方报佳音了。人家说：“你们怎么敢接这种事情啊？临时来的，务要分享福音的好处，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当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就说：“对不起，太匆忙了哈，怎么可能说2天前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场景？”可是马上我们问了几个服侍的团队，雅各诗班的几位姐妹很勇敢说：“好，我们去哈。”昨天下午决定的。为什么？因为要跟人家分享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请委员执事为我们宣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章。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以马内利这个很特别的字眼，是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在睡的和室你会垫什么？榻榻米。什么叫榻榻米？那是外来语。那外来语呢，在台语、在中文呢，我们就直接叫榻榻米了。不管说台语或者说国语，都叫榻榻米，有点像外来语，就把那个音直接，然后你就写那个榻米哈，还以为是什么样的蹦咪旁，不是，它是一个床垫。同样的，以马内利，它就直接就是从那个希伯来语翻译过来，就叫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呢，我们刚所读了经文就告诉我们，它的意思就是 God with us，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应许，这么重要的一个应许，如果在家里面，我要耳提面命再三的跟我的孩子讲，对不对？我们家是怎么样？我们的规矩，或者我们有一个，我这个做阿爸答应你的代志哈是什么？我一定要让他一再的知道，很深刻的记住。整个圣经以马内利只出现3次，2次是在以赛亚书7章14节、8章8节。以赛亚先知讲了以马内利，有个记号要给你们。另外一处就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1章，他引用以赛亚书，所以也就是说，整个圣经只出现过1次了。1次是先知的预告，1次是在耶稣身上的应验。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应许，只出现这么1次。上帝真的来了，真的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在约翰福音3章有提到一个教律法的老师教律法的老师好像在教会里面的长老牧师在做教导的。他有一天晚上来到了耶稣住的地方，跟他讲说：“我们发觉你所说的道理，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没有人可以做。你好像把上帝国展现在我们中间。”耶稣答非所问，没有跟他说 yes or no。耶稣竟然告诉他说：“第3节，预备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3节，他竟然答非所问，告诉他说要重生。你会见到上帝国。还记得我们上次在提到天国跟帝国吗？地面的国，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这个地方耶稣说，如果不重生，不能够见上帝国。这个希腊文的翻译，这个重生 born again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born above 从上面生。也就是说，不是从这个人世间所经历到的。所以耶稣在第5节、第6节就解释了，我们有第1个生日，是因为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我们从肉身得到这个生命。我们还有第2个生日，第2个生日我们称为属灵的生日，从上面，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叫做属灵的生命。我们叫做重生，或在我们受洗、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地面上，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第1个生日，有第2个生日。第1个生日是属肉体，第1个生日出现的时候，你一点作为都没有，是不是？我们一点作为都没有，甚至人家替我们紧张，出得来出不来，是别人在紧张，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一出来，第1个生日到的时候，有许多的关系改变，有许多的关系重新建立。这个我上次提了好多次。一个孩子出现的时候，原本叫 Honey、叫 Sweet、叫太太的，突然变妈妈，突然变妈妈怎么样？本来2个老夫老伴都已经60、70岁了拢叫老的叫习惯了。结果孙子出现了，突然叫阿嬷，叫阿公。奇怪了，2个人到底结婚已经50年啊，结婚都已经50年了，竟然怎么叫你的伙伴叫阿公阿妈？为什么？都是从这个第1个生日，因为这个娃娃生日到了，出现了，就我们的生命关系调整，重新建立以前没有想到的，这是第1个生日。同样的，当第2个生日来临的时候，一样，我们的关系要调整，一定被重建。第2个生日不是说我预备好了我来领受洗礼，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了我来领受洗礼，没有，跟第1个生日一样。包括我们在座有很多的信仰伙伴、信仰的长辈，也并不是说我30年前、50年前、60年前受洗坚信你，那时候我都知道，不是。洗礼已经50年了，也不表示现在我都明白，没有。恩典在明白之前，第2个生日是恩典。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听到耶稣敲门，把门打开，就是这样。
听到耶稣敲门，把门打开，这是第二次的洗礼，第二次的生日，就是我们在说的洗礼。第一个洗礼哈，从属灵上来看，所以当这个属灵的生命他得着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第二个生日到的时候，他带来了上帝同在关系的改变。那个关系改变，首先他牵着我们的手。不管在哪个地方，生命的旅程，他的同在永远不改变 ，always be there with you， 永远跟你同在。不管你去到哪，在什么的情境中，在感恩见证的参会中，在生命分享的聚会中，在路上中间，在跌倒中间，在死因幽谷的时候，他都跟你同在。因为这个天父，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生日非常重要所得到的一个生命经历，我们要一起去经历这个。而且这个以马内利他答应的同在，并不表示你就从此以后都不埋怨，都不会吐槽，不是。连圣经诗篇里面我们都看到，诗人、先知也会这样问：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意思就是说我的道路上帝都不知道。我的冤屈，他一点都不查，都不帮我伸冤呐！我碰到这么多的难处，他怎么都不闻不问。可是，就是这一段以赛亚书40章最后，我们都经历到那种如鹰展翅，上帝的同在。第二个生日洗礼，会让我们经历学习如鹰展翅，就像右上角，原本他牵着我们的手，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歌词。他是说：“我知道他必牵我手，他必牵我手，好，他必定牵我手，因为耶稣深深爱我，他必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深深疼我，伊要牵我手。”他牵着我的手。这是上帝的同在。当我们领受洗礼第二个生日的时候，借着他的牵手，生命改变了。那种改变，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而且耶稣的降生，以马内利，他特别针对21世纪的今天，为我们预备生命的重建。日本在30年前跑了一个字，台湾过几年跟着学习，就是隐藏的隐。所以跑出神隐少年隐什么隐藏的哈，好像在都市里面人很多，可是你看不到他。20年前又跑出另外一个字，我们又跟着学，而且不是跟着学，我们的实况也这样，叫做宅。所以宅男也出现，宅女也出现。这几年出现另外一个字，叫做无缘死。这个无缘死在日本出现了好几年，台湾其实也渐渐的经历这个。那个缘就是关系，没有社会的关系，没有社交的关系，没有血语言的关系。说有啊，明明那个爸爸妈妈在，哥哥弟兄姐妹还在，可是太久没有联络了，没有照顾，没有互相联络。等到我安息的时候，他们也都还不知道。没有地缘，就是我住的地方，我不好意思跟楼上楼下麻烦，坐个电梯也不好意思。人家说这个叫电梯礼貌，在电梯里面不能讲话。不能讲话，这变成连点个头笑一笑都不敢了哈。哇，这个产生一种地缘的绝缘，产生血缘的绝缘，产生社交关系的绝缘。所以，当有一个日本这几年来很多，我们知道他们长寿，但是很多人安息了以后，谁陪伴他？就旁边这个还在流泪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已经3天5天他都不动了？动他都不动，他只能够在那边流泪。所以 NHK 就去做了从北海道到冲绳，用2年多就访查了好几千位这样的情况的，发现真的是因为无缘呐，没有那个关系。所以有一个记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关系或者是缘，难道不就是意味着我们会互相增添麻烦吗？或者是说允许对方来麻烦我？如果我不想麻烦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麻烦我的时候，那就变绝缘了，就变绝缘了。
所以，上帝的同在要针对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调整。上帝道成为人是自找麻烦呐，我们真的是觉得他自找麻烦。如果全能的上帝要拯救我们，可以用简单一点的方式，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自找麻烦？原来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关系重新连结，重新恢复。左下角在伯利恒有一位耶稣降生的教堂，到现在我们还相信在那个地方耶稣2000年前的降生，他的降生要重新来做关系的连结跟恢复。这幅图画很有趣，约瑟、玛利亚、耶稣，你会看到旁边有最基层的人，好像牧羊人。你看左上角有3位拿着好像是礼物是高知识分子的博士。你还会看到有翅膀的，这个图画在象征他们就是天使。第2个生日，当我们领受洗礼的时候，属灵的生日到的时候，那个关系不只是现在我们的地缘社会关系、血缘重新去面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跟历代的圣徒也连接在一起。所以虽然是一个人看起来孤单，但是不会寂寞，因为我们灵里面、生命中间充满上帝同在的真实。所以在代降节期，今天是12月1号，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临，他这个代降节这个字拉丁文原本就在说 coming， 就来临了，来了，在进行式，或者是来到了，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来，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盼望，而且他带给我们平安跟喜乐。就像路加2章14节，我们常常听到的天使他所宣告的，预备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和平是上帝同在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重建。而且不止这样，基督信仰领受了第2个生日受洗以后，你会渐渐脱胎换骨，你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但是旁边的人会发现，他现在真的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这么说，来，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腓立比书4章这么说，你们要靠常常。我再说，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12月1号，我们要进入耶稣诞生的日期，所以我们更要注意到他如何带领我们。第1个主日，第2个主日，第3个主日，第3个那个喜乐，到第4个礼拜就是爱到我们中间。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会说盼望、希望，我们说信心、和平，我们会说喜乐，然后到爱，4个礼拜带领我们迎接耶稣基督同在，跟我们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刚刚所背的经文，希望能够成为你每一天在走的时候跟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谢谢你，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要让我走在你生命的光里面，你要让我走在你生命的光里面，因为在生命的光里面就没有黑暗，在生命的光里面一样会有外在的衰残，但是内在的生命要日日更新，因为有生命的光经历照耀着我们。我们会在生活的各种情境中间去经历、去见证，务要怎么样传道，务要分享福音的好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刚刚提到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布道会，2个礼拜后2019年12月15号，今天1号，2个礼拜后15号，我们有8个青年要去参加一个马拉松。我跟他们说，前面是号码牌，后面我们要贴这张，我们要做一张每个人后面都贴。如果有8个人都贴这张，就有人会注意到了，记者就会注意到提醒大家圣诞节，他会写圣诞快乐，耶稣已经复活了。士林长老教会有一群年轻人去参加21公里的马拉松。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让人家看了你的行动，他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看到以马内利的信仰是真的。这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深陷难处啊。就是因为深陷难处，我才需要放手，让上帝的同在成为真实。我一直觉得我的经验可能还不错，可以料理一些事情，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抓紧了。我必须要试着学习放手，让我周遭的人也看到，真的有以马内利，真的有上帝的同在，因为会看到上帝，而不是看到谁在做事情，谁在传道，谁在报佳音，谁在跑步，而是看到以马内利，看到上帝真的在我们中间。所以进入圣诞节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到底如何预备来参与在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想想看，我怎么预备？今天早上有听到一位执事，有一位弟兄，他在提到他们家最近用礼拜天晚上一起4个人一起讲话，他发觉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家4个人，爸爸妈妈，然后2个孩子。那个大的孩子比较会讲话，一讲他就一直讲，就讲不停。小的呢，每一次都没有机会。平常出去，他正想要讲，他预备期比较长，正想要讲，别人就插话了，哥哥就插话。在外面他都没机会讲话，他就发觉礼拜天晚上那是我讲话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的时候。小小的年纪5岁，他就很把握这样的机会。这个是他预备主耶稣基督降生、经历以马内利的时刻。你如何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呢？我们可以跟朋友、家人分享一个见证吗？你曾经在哪件事情、哪个阶段，很深刻的经历到以马内利、上帝的同在，那样的经验，如何让你注意不是这个人会感动，而是让你的生命的关系有一些改变，你对一些价值观念有一些调整，你对一些事情的决定有所不同，因为以马内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在这进入圣诞节期的时候，特别为我们预备再次经历到以马内利上帝的同在。恳求天父照着你的应许时刻陪伴，让我们不会孤单。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当我们仰望，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念着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连生命关系都不会缺乏，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样重要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已经实现，继续进行，也要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是圣礼点，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所以在布良带领的诗歌中间，我们要一起预备心来经历今天。我们请服侍的长老一起到台上来。欢迎所有已经领受洗礼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请我们听主耶稣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我们学习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用餐的时候所说的话，也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保罗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饼起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用完餐以后，又举杯说：这个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次当如此行来纪念我。我们要学习那样的一个模范，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设立这个重要的宴席，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饼跟这个杯。圣灵啊，我们恳求您在这个中间充满，让我们的心灵能够预备好，当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成为我们再次被主耶稣宝血洗净，再次领受生命的饼的时刻，以便于能够更忠实的回应主，成为你所爱的信徒，跟随你的脚步，成为你忠心的门徒。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个教会、哪个教派受洗，都欢迎你来接这个饼。还没有受洗的朋友，请你先不要接这个饼。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念，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盼望以马内利的上帝能够在你的心灵中，让我们经历到永远不饿不渴丰盛的生命。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吃完饼以后，又举杯说：这个杯是以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流出宝血，洗净
没受洗或还没坚信你的朋友，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凡是听见的人，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以马内利的上帝到我们中间来，他盼望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关系中间。他不是要管事情，他是要当主，当我们的救主。他不是要当很机车的爸爸妈妈，他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掌权跟生命的负责者。所以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听见我声音的人来开，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每一次你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都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同心来感谢全能的父上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极大的恩典。从人的角度看，这真的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灵里面经历到以马内利上帝同在的真实。谢谢主，借着今天的杯，再次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洗净了，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也谢谢主，让我们领受你的宝体，为我们打破，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一生都得着饱足丰盛。在生命关系中间，能够见证，让人看出以马内利是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求主圣灵保守带领我们，能够更忠实的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一步一步成为你忠实的门徒，在教会、在社区、在家庭，显明主你的爱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让我们一同站立，用这首圣餐我们到这里。这时候让我们一同站立，用这首以马内利来回应我们的上帝。神与我们同在。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祝福祷告。感谢你为人类降生，成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求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亲近你，都能够看到你的荣光，我们的生命因此被你改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我们聚会到这边。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尽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世界为你转动。
一边，你徛，你今仔又徛，你是今仔又倒一边？这边，无，这我嘞。我老后边，后边。对啊，叫阮后边。三个，拜三个。哦，真的哦。对啊。啊，你是等是几个人？拜7个啦，8个。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届同齐来主的圣殿，咱来遮学罗伊。时间过了真紧。一百年久，咱已经搁进入12月。12月是咱圣诞节的节期。今仔日是12月初一，也是咱大港节主日的第一个主日哈。咱今日要用2首诗歌来做咱的备班。第一首诗歌，请咱掀开咱面头前的信息。第一首是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这首诗歌是17世纪以前就有的诗歌哈，所以大家应该拢真熟。伊内底有七节，就第7世纪迄阵开始就有7节。这首诗歌哈，咱看到伊个正手边即搭才有写着讲，伫个第7世纪迄阵吼，为12月17开始，因唱第6节，18唱第5节，19唱第2节，20唱第3节吼，唱到23号吼。这首诗歌，咱先照即个顺序来读一届。咱先为第6节开始来读，来请来，请来，至权智慧，完整排列宇宙万类，报阮捌你真理活路，带阮行入伫你真道。再来煞接是第5节，来，请来，请来，全能主宰。早前你捌出现西乃，吼，伫遐为主民定律例，阳光威严显赫天下。来，再来第2节，来，请来，请来，耶西军机，偷放撒旦手内百姓，拯救离开地狱免死，脱出死魔分污恶胜利。再来是第3节，请来，请来，大笔所时，恩典的门为阮大开，透天的路为阮开拓，绝死实永远快乐。再来第4节，请来，请来，清早黎明，大工快乐，充满心灵，赶线掠砍，黑暗分污，一切死实关系消除。再来第7节哈，请来，请来，万国列邦，人类结连合一认同，制度运分，斗争拢停，普世享受属天和平。再来第1节来，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正经理，因受牵线，失志伤心。夜头5万圣囝降临。这首诗歌哈，就是代表着讲，描写着讲以前以色列的历史。为这个顺序你来看，伊的描写着讲以色列的历史。另外就是因甲上帝的关系，也搁来就是到尾因就是描写着讲因5万迄个弥赛亚搁再来吼。咱今日来唱第1节、第2节、第4节甲第7节，吼，来请。安尼唱的时阵，吼，安尼慢慢啊，敢若水咧流安尼唱，吼。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真经理。因受牵线失志伤心，夜头5望圣囝降临，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主要来临。第2节来。请来，请来，耶西军机，偷放撒旦手内百姓，拯救离开地狱免死，拖出死魔分魔
胜利，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啊，主要来临。第40来，请来，清早礼拜，大家快乐充满心里，看山掠下黑暗云雾，一切事关系消除，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啊，主要来临。第70来，请来，万国列邦，人类结连合一运动，直到万军斗志拢天，普世享受属地和平，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啊，主要来临。第二首，请咱献开圣诗53首。伫清静的暗暝，这首诗歌咱有看到迄个作者是咱大家拢有熟悉高俊明牧师伊写即个词曲是迄个严信心牧师这边仔有写一个哈马星，即个我就毋知这是啥物意思，应该毋是迄个地名啦好来咱先来读一解即个歌词。第10来，请。伫清静的暗暝，主耶稣出世，伊面貌真古锥，安歇伫座里。牧者抱羊仔来，进入羊巢内，奉献因的羊仔，表示因的疼。第20节，伫清静的暗暝，主耶稣出世，看众人在欢喜，伊也笑眯眯。东方的朴树教，看到伊面貌，就献因的宝贝，感谢爸上帝。第3节，主耶稣，我听你，请踮我心里，互我专心去尽一世我爱献我所有，报答你恩赐，诚做你所欢喜。做光明囝儿，这首诗歌咱读伊真趣味。伊第一节伊咧描写讲，耶稣伊看到耶稣出世的时阵，耶稣真古锥然后迄个牧羊人去甲伊的面前献上伊的羊仔互伊，因为伊真疼伊。虽然圣经内底可能无写到这段，但是我相信高俊明牧师伊咧写这个的时阵，伊是要表达讲，咱感觉到种迄个耶稣看到伊真古锥的模样牧羊人伊上心爱的是啥物物件？羊仔，所以伊为伊上心爱的物件献了耶稣。敢若第2节同款第2节讲到讲东方的朴树，因到伫迄个马座头前。因摕了因的黄金、乳香、没药，这是上好的物件，因要予耶稣。第3节就讲到讲，就是要鼓励咱每一个人的信仰咱的信心。希望讲咱大家拢摕咱上意爱的物件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咱咧唱歌时有这个图像伫内底，我想这是高俊明牧师写这首诗歌的意义好，咱做伙来唱一解来。清静的暗暝，主耶稣出世，伊面貌真古锥，
再来。你清净的暗暝，主耶稣出世，看见啊被欢喜，伊也笑眯眯，当福事到。看着伊面貌，就现因的宝贝，感谢被上帝。第三节来，主耶稣，我听你，请点我心里。我全是旨意，听你真一时。我爱我所有，报答你恩师，真多你所欢喜。做个你名里，这回阿门来。阿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这个是咱咧奉主耶稣的名来敬拜，请照角。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请咱来吟诗学到上帝，圣诗53首，伫清净的暗暝，请会众起立，咱来唱全首。
请咱同心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阿罗你，你的慈爱极其奥妙。伫你创造的大生，就定着将人安置伫你这个奇妙的创造内底。搁对万人中来竞选阮诚侪你的儿女，称你做阿爸爸，这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也对你遐领受着一切的好面甲福气。阮特别感谢你无穷尽的仁爱，为着听世间人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你差遣你的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阮的中间，将迄个和平的愿望显明伫即个世间，互阮通甲上帝三结连做伙，来领受甲主同在信心，听候主的过来。感谢主，互阮伫你所定着的大降节第主日，完整受恩的囝儿，用欢喜愿望的心来迎接圣诞的来临，也要互阮世间人宣布这个大好消息，因为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的人君，一切荣光拢归伫伊。恳求主，你的圣神临在阮的中间，你将王权坐王位，将你的荣光充满伫即个整个的会堂，互阮通因为你的怜悯甲疼痛，会当安然享受甲你同在的欢喜。我们要用俄罗诗歌来颂赞你的圣尊名，搁较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以万为你的主，今仔日我们要伫遮来举行圣礼典，甲主同祈祷，纪念主你的恩典、疼痛伫阮的中间，保守阮，离阮过去的年日，拢有你的平安甲喜乐伫阮的内面，互阮来头前查的标来跑走，无论呢，只有一心注目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顶来行，互你欢喜的道路。所以，我嘛常时咧要来为着受你竞选呼召遮个人来洗礼，求你的神也会当伫因中间诚美好的事，也互因通过顶头生来主你。求讨你的祝福，也互因在因的生命中间，搁一摆领受到迄个天父极水极好的带领。主啊，阮特别伫即个圣诞的节期中间，遮个活动拢恳求主你甲阮伫地，互阮所服侍的，毋那是人，搁较是上帝你所欢喜的，互阮通过阮遮个圣诞的活动，会当搁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啊，通得到你的救恩。求主帮助阮所有同工服侍的人，伫这中间也有缘热心。来做工，互你所欢喜，
求你亲自带领。阮即个时，嘛咧特别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主啊，在即个顽巧悖逆的世代，有侪侪的虚假、混乱伫阮的中间。恳求你的神特别怜悯阮，帮助阮即种个，也甲阮所有的遮个官员，因心存怜悯，行公义，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也互阮所有的百姓，拢会当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看见你爱阮做个选出合你旨意的人选来治理这个国家，也帮助阮伫这中间体会到上帝你的心意，互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你天里。阮也为着阮的教育馆的工程线尾的工课，拢恳求主你继续一步一步引带，亲像你过去3年久，甲阮备办的遮个，也会当搁较顺利来得到使用即招，来当真紧来进行。主啊，阮特别为着阮的躯体中间心神软弱、身躯欠安尼，恳求你使你的圣手帮赞扶持因，互因在病痛中间，或者是心灵忧伤的中间，得到你的安慰甲医治。阮就从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信心甲科牧师弟弟，通过伊嘴所传讲你的信息，互阮得到帮赞甲开达。阮将一切拢摆在你的面前，将做芳芳的祭献互你。但愿即时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做伙讲：阮天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你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负阮的人，袂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着，咱用四道圣经来做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用文49篇，以赛亚书55章，伫圣诗后壁面1088页甲1089页。我来启，咱来引。来，最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来着开钱买，袂才着着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
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袂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阿免。咱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1章18节到25节。伫新约圣经第1页，马太福音传第1章18节。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底，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还未娶过门，就对圣神有信任。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毋爱显然办意，按算要按钱会亲。得想的时，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讲：大必的福的约瑟啊！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做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你看，在色女要生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约瑟困醒起来，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带伊的某过门，无甲伊同房，到伊生囝就叫伊的名做耶稣。以上愿上帝话刻掉伫咱的心内。煞接俄罗圣歌对俄罗斯歌。救主诞生伯利恒，
感谢圣歌队将这水的诗歌献予咱天顶的上帝。讲道今日的牧师讲的题目是以马内利。感谢上帝照伊定定的时间，互咱三合组织，特别是12月初一，咱进入2019年最后的一个月，但是伊嘛，互咱会记得，这是一个救主耶稣要降生的一个月份，咱踮咧比办。特别是我们今天有圣礼典，所以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盼望能够一起经历到真正的以马内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士林教会知道，我有3个哥哥，有3个姐姐哈。我们小学读同一个学校，那个时代的制服是要绣学号，一边是绣学校的名字，一边是绣号码，还要绣你的名字。然后呢，你如果毕业了以后，后面的人就接了。如果你的衣服是送给其他的人，所有的学号名字都要猜。但是我们家动不了几个字，学校的名字不用动，许晨不用动，从基恩光到我道，我还要小心穿，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弟弟。学号就是把几年进来那动一下，所以我们家穿到我的时候，制服穿到我的时候，加温档有一个哈，加嘛一个，卡达布吼嘛温档有一个，因为前面已经穿12年了，我大哥大我12年。大我12岁，上面有哥哥姐姐，要常常接他们的东西，所以小学没有买过新衣服。这有人说会遗憾吗？不会，但是有哥哥姐姐很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作业很容易抄。小学3年级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小学3年级的时候开始有作文课，有说话课，现在不知道需不需要。以前到我读3年都爱练习讲话，要上课上到讲台要练习讲话说话课，还有一款叫作文课。在写作文的中间，写作文的中间有很多的教导，中间有一种就是教你怎么写信，教你怎么写批。我的作文一向成绩不错，因为我有哥哥姐姐的范本可以参考。我老师讲3年都会当写这款的，不得了，这厉害哈！3年级。只是写作文有一次写到信，要寄信的中间，发回来的时候，伊送回来这个作文，伊竟然给我画2个箍仔红色的哦，画2个箍仔边啊个拍打问号。第一个就是前面，我们写信有教你给长官要怎么请安，给平辈要安怎写，和爸母跟长官个无同，和你的囡仔4岁那个不同。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写的只有一种，所以我写的信就会这样，对不对？比方说写给许成道，叫陈道兄平安，老师就把那个兄跟平安扣起来，打个问号。我是要叫你写给什么人？你哪会去读也无教你平安这2个字，你是按倒来？往中间，他都给我打了很多勾，表示很好哈。只是最后要结束之前，又给我扣一个箍仔。边仔个打个问号，因为咱写批写到上后壁的时阵，有当时写作文写到上后壁都是会反共必成，建国必胜，不是建国必成，反共必胜，是安怎类似这种。不过咱写批写到上后壁的时候，基督徒写批写到上后壁，我唔知影起码青年人安怎写，但是在以前的时代，最后就会写什么？就这4个字，就这4个字，也就是说，当我写信出去的时候，我就是希望上帝与你同在，与我同在。而老师把这4个字扣起来，又打个大问号。本来要给你90分，剩68分安尼看他靠近2个因为这2个最大最重要。你请安错了，然后你结语错了，你内容再怎么好，把我靠遐多靠30分去我回来就问我哥哥，我当然嘛唔知以马内利啥，伊说才8岁，读小学3年虽然老师故事讲遐尼多，不过摕回来他说没关系，你的老师不懂，以后他就懂，只好写信继续这样。进入了12月的月份，说了耶稣基督的诞生，最重要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在圣经里面它只出现3次，看它出现3盖。
两届拢是伫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第7章、第8章，伊咧讲一项的调头，他在说一个预兆。所以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音译就叫做以马内利。敢若亲像咱拄我嘛咧讲过，敢若像咱今仔厝的那装修有一个叫做和室，日本式的，咱就会甲装榻榻米。榻榻米是啥？榻榻米是啥？是音译，直接用音甲翻译过来，用声音把它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那个床草席的垫子嘛，哈，很厚的那个垫子，就是用音译。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语，直接翻译过来，以马内利，它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甲咱伫地。所以伫写配中间用这款的请安，伫个12个圣诞节要互咱更较亲，让我们更深刻来经历以马内利。昨天我们有感恩见证餐会。有200个朋友兄弟姊妹做阵主餐了，我们还有心灵的飨宴，有4个兄弟做阵伫这个所在讲见证他们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再次也是见证经历了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12月份特别会把握机会，成为一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讲做报佳音呐。对古早到即马，咱最爱报佳音的，是敢若以前报佳音，咱会去兄弟姊妹的厝；即马报佳音，咱望和咱社区或者我们的大学同学朋友，跟他分享好消息。所以在待降节期，有很多的蜡烛都在提醒我们把握机会来报佳音。保罗写批和年轻的传教者提摩太中间，伊有甲讲，不管你得时不得时。不得时就是机会真好，不得时就是机会不太好，你都要把握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进入了12月，第一个报佳音是今天下午，这个不在你前面所看到的海报中间。怎么会今天下午突然跑出一个报佳音？对啊，这也昨天下午才决定的哈。场景就在哪里？家乐福大卖场哈，下午2点，他们有一个活动，2天前打电话来说啊。那个家乐福那个是筹备单位，家乐福员工讲，哎呀，那12个呢？人家常常会听到那个圣诞节的歌，他们那个筹备单位才突然，因为不是基督徒嘛，无概念，他说紧找教会吼，你若 Google 吼树林吼，第一间走出来就树林顶路教会，我就打电话来问讲 ，No way， 哪有这款代志？无计划哪有可能安尼？不过第一讲讲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保罗所是要告诉我们的。保罗就跟人讲，得时不得时，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跟几个服侍的团队哈，来跟参详，就好大阿哥讲好晚来哈。所以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有10几个很美丽的姑娘要到大卖场去哈，2点在那个地方，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生命教育的功课。今摆的囡仔小学、中学要教因什么是性命、关怀、尊重。无容易，所以即马在学校哦，小学、高中拢有迄款研习营，2天3天，宠物协进会去协助因，借着跟狗啊、猫啊的互动，学习迄个性命的尊重吼，也是讲性命、疼惜性命的功课。这是这个协会踮咧主办的，所以下晡同款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咱有真个团契，伫咱教会据点，咱过去这2年拜礼拜四的据点，像讲咱拜四的子弟班，伫过去已经有几落场这款的一个分享，所以这拢是咧报佳音。踮咧教会传统，咱个定义就是报佳音。报佳音要报什么佳音？因为早前天使已经先报佳音，拄好咱所读的圣经，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章已经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对约瑟来说，这个绝对不是佳音，绝对不是好消息。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怎么可能我的未婚妻已经怀孕了呢？这个在当下，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把它暗暗的休掉，是最大的包容了。若无玛利亚是爱互人用石头钉死啊，除非约瑟讲，迄是我的。那照法律来讲。照迄阵的律法来讲，就算玛利亚甲别人有诶，嘛袂用诶。
即摆是信心和怀孕，这款代志要安怎互迄些时阵的人了解？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功课，信心不是非理性的，信仰不是非理性，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一个行动。信心跟信仰是一个超越理性的一个行动，所以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经历，感谢主，借着他的未婚夫约瑟的愿意，所以他就听到了使者告诉他，我们要一起经历上帝跟我们同在。因此，最后约瑟醒过来，他把这样的一个意象当真，把这样的一个意象当真。亲爱的兄弟姊妹，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捌领受过一寡异象无？捌领受过一寡感动无？你曾经领受过一种感动或意象吗？你有把这个当真吗？台湾人不是常常喜欢说吗？亚头三笑。我常常跟人分享，基督徒就是把这句话当真啦。如果这个上帝就刚好在我亚头三笑的所在的时阵，哎呦！我讲话，我食饭，我创啥都爱较细腻啊咯，对不？食，人讲食饭皇帝大，但可有一个天父比我较大吼。当然食饭最重要，欢喜快乐最重要，但是天父一直甲我伫伫。我感觉哦，台湾人这句话就是咧讲以马内利，掠头三笑，天父上帝甲咱同在，不管你去叨位。约瑟甲这句话，甲伊所领受的异象，大家伊伫迷茫中间所看到，伊认真看待，所以伊就照异象所看到的，甲玛利亚带入门，两早甲带入门，然后踮咧厝的，无甲伊同房，直到耶稣出世。咱即马就咧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在经过这个过程，陪伴约瑟跟玛利亚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要去体会约瑟跟玛利亚的心情，这个太难了。不要说你自己，今仔日这个时代虽然讲敢若亲像男女关系比较上较凊彩，但是咱犹原望会当守条迄条界线，敢毋是安尼嘛？但是今仔日咱如果碰到这款类似这款的情形的时阵，咱先要想看卖。那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以马内利的上帝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故事回到来。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的生命中间要经历这个以马内利，才有可能重新来看每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眼光要调整，你所看代志的角度你要改变。这就是以马内利同重要的。今仔日咱有要洗礼，洗礼是一个生命中间重要的功课。有一个人捌误会这项代志。2000年前，有一个教律法的老师，那用今仔日来讲，敢若亲像长老，还是牧师，还是传道，伊发现耶稣讲的有道理，所以伫暗时来找耶稣讲：我发现你所讲的真正有道理、真理，你所做的代志嘛，互阮目睭一金。我感觉你是对上帝遐来的人。耶稣答非所问，甲伊讲。我实实在在跟你讲，人若无定头生，袂当看到上帝国。如果不重生，不能够见上帝的国。什么叫重生？重生这个字有另外一个，就是 born again，born 生定生后 again 搁一解。伊另外希腊文有一个意思叫 born above，above 对顶头生。所以旁边我们解释重生，其实。在耶稣的回答中间，要说我们人要经历一次爸爸妈妈生我来这个世界上，对不？爸母给我这个生命来，但是我嘛爱经历一届是对顶头生的，对顶头的困难，对顶头我超越我理性而且思考，给我生命得到顶头来，这叫顶头生。所以咱会讲到咱有第一个生日，我们有第一个生日，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生日。这第一个生日是肉体的生日，我们一点作为都没有，我们没有努力什么，只有努力在那个子宫里面哦，连喘气都没开气哦，好像在子宫里面还没有呼吸，对不对？在子宫里面，我们就努力吸着那个养分，那样也不是自己也无什么想法，无什么意识，但是咱第一个生日，上帝通过父母给咱，上帝父母给咱来到这个世间，2摆的生拢真趣味。毋是干那这个生命的诞生，
伊其实带来是关系的改变。所以咱会看到一婴仔一出世的时阵，有一些关系会改变，会重新建立。所以我们都会经历到那个常常在提到的两个人恋爱结婚了好久，每次就那个称呼对方都很甜蜜哦，叫亲爱的 sweetheart 等等，有的人直接叫名啊，对不？许承导你出来哦，或者谁哦，有的人直接叫名。我有一个朋友吼，踮咧百灵高中做教官，一姓史，历史的史，历史的史。啊，这个妈妈吼，若叫因囝就史怀恩，你出来，史怀恩。我讲哇，这听起来，啊，伊是姓历史的史吼，啊，名叫较真好，叫怀恩，哦，名叫怀，史怀恩，你出来吼，关喺房间外出来食饭安尼。有当下咱的亲密的关系，不管你安怎叫，当一个婴仔出世的时候，当一个孩子出生在这个家的时候，改变了。原本叫太太叫 sweetheart， 竟然叫妈妈。结婚遐侪年啦，忽然间叫边仔迄叫妈妈。迄唔难安尼哦，结婚已经40-50年啊，本来敢若叫老的，今麦竟然叫伊阿嬷。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一个孩子诞生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婴孩，所以为什么？为什么圣经会讲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第一个生日，迄个咱是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有关系，这个家庭、这个家族。但是有一日，咱来定头生第二个生日，就是领受洗礼。今仔日咱有姊妹要领受洗礼，当咱领受洗礼的时阵，伊所带来的关系改变，已经唔是干那血缘，已经唔是干那家庭家族关系的改变啦。伊带来真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是啥物？踮咧教会内面，咱袂去称呼即个叫阿伯阿姆，咱称呼即个女的叫啥？什么姐，对不？吼，对不？咱就讲美惠姐还是什么姐安尼？咱大波的嘛袂较少讲什么先生哦，咱看到即个哦纳泽兄还是什么人安尼，咱叫兄弟姊妹，洗礼了改变。干那一个人的出世，伊带来属灵的改变，规个人类的关系拢改变，就是耶稣的生日甲降生，以马内利，全人类的代志。这是全人类的代志，伊答应要甲咱斗阵，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形 ，always be there with you。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行过死荫的幽谷，面对功课的压力，尤其在21世纪，我们面对很大的孤寂。我们特别是这些所谓的长辈哈，60岁以上的这些长辈，我们要特别关心现在18岁、15岁、20岁、30岁这些年轻人。要经历到很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孤单、缺乏同在的把握。但是一个人踮伫众人的中间，感觉真孤单，家己一个人会惊，唔知影过来头前安怎行。这是无共世代咱真学伫体会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出世，以马内利迄个同在是要甲关系定心结连起来，甲生命的关系定心结连起来。30年前，日本有一个字，对咱要来台湾嘛发现经验，那个字叫做隐，隐藏的隐。所以我们曾经看到神隐少年哈，隐那个隐就躲藏起来了，在众人中间，你还是看到他，可是他好像隐藏起来了。20年前跑出一个字，台湾也出现了，叫宅，住宅的宅，所以宅男、宅女，还有什么？还有宅神呐、啊。有没有住宅里面有那些在艺术工在那出货？世界都有个机会啊，统计网络，统计下，所以早年来，那个宅很有。这过去这5-6年，日本有这个字，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而且日本怎么读啊？叫做无缘死。咱知影迄款的实况，就是当隔壁发现讲，咱2天3天无出来，紧叫警察局叫派出所来，一打开，哇，已经死掉了。然后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在那边哭啊，陪伴他的那只狗狗哈，那个毛小孩，他们称为这无缘死，称为3缘。3缘，第一个没有社交，无社交的关系啊，伊无什么款的社交关。第二，血缘，唔是讲伊无亲人哦，是敢若亲人无得边啊，无得照顾，无得联络，
几十年、3年、8年啊，甚至你讲财产有要互伊处理，都迄无回应，财产嘛起因伊袂来。顶礼拜咱工地有一个工人啊出来看我，底下讲牧师，你有时间无？我难得他还会找我讲，伊讲我讲什么代志？讲哇，帮我一项啊，请你会当甲我指点一下无？讲我无法度，那要指点都爱去。不过我听你讲看卖，对。伊有2个哥哥，2个弟弟，有3个姐姐，3个妹妹，所以真好记吼。所以因兜几个，伊拄好伫中远啊。爸爸旧年过身，老七必地落来。哇！在连兄弟姊妹要安怎处理？照即摆民法安怎处理？照传统安怎处理？照传统，这路会着安怎？因啊转出来，对不？啊，一嘛，然后看一个，一个看5万、3几万，包个红包。可是那不止11份哦，大孙都给几份，要12份。而且女的盖完章以后，那个5个男的哈，再加大孙6个，婚税哪份？可是照民法呢，11份，对不对？照民法11份。他说哇，冤家，你即马少大事也无法度办，因为大家有个因仔转出来，佫揪转去啊！好，是啊。结果他说已经好久哦，弟兄姐妹11个，现在都这连电话都无法度讲。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到第3个，没有地缘，不喜欢麻烦人家，无爱和厝边麻烦，所以有当时隔壁迄个3工无出来啊，嘛唔知啊。所以，迄个吴元史踮伫日本在讲到这款情形。以马内利的上帝，其实就是要带互咱人性命的关系一个愿望。所以，迄个 NHK 的记者对北海道到 Okinawa 2年外久，因一个团队去调查、去访问这些几落千个吼，踮咧找死啊尾，编做社会新闻，拢是所谓吴元史。要有一个记者讲，伊看到有一个角度的反省。当我们在说关系或缘分的时候，不是真的意味着互相添麻烦，而且容许对方给你一些麻烦吗？有影，有关系都麻烦，对不？有缘都麻烦，是不是？虽然你可能会一寡丰富呢少，但是就是爱怎讲来麻烦别人，唔通家己一个空辕踮伫迄个空间。这个麻烦有一个同制造麻烦。就是上帝来到咱的中间。今仔日咱的经文所写，今仔日咱的圣经来讲到上帝通过人，然后成做婴仔来出世，圣神通过圣神来成这项事，就是要恢复咱性命的关系甲连结。所以当咱咧讲到以马内利的上帝的时阵，唔是咧讲上帝甲我同在哦，唔是咧讲上帝甲我同在。是上帝甲所有关系，伊定心帮助咱，引带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所以你来看这幅图讲真趣味。耶稣出世迄天，伊定心建立一个关系。各样同基层的人来，同有智慧的博士也来，伫社会中间，连迄个王、迄个王拢互伊注意到，讲做犹太人的王已经降生啊。伊要定心踮这关系中间来做一款的连结，毋那敢若是遮的人。你看迄幅图个画甲顶头有一寡天使啊，意思就是讲伊超越时间甲空间。以马内利的上帝要互咱经验到的，毋是我有上帝同在，所以有一天我死会当上天堂。伊毋那是敢若要甲咱讲一项。以马内利的上帝是要甲咱讲，咱来定心进入伊甲咱陪伴的关系中间，欢喜给人家一点麻烦没关系，然后也愿意回应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有一点麻烦没关系。为什么？最麻烦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最麻烦的事情上帝已经承担了，伊就遐麻烦听安尼，那我也愿意进入生命关系的连结跟恢复。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洗礼，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明白第2个生日受洗的全部，没办法。刚才请有第1个生日嘛，不是你明白了才出来这个世界，对不对？时间到了你就出来了。
不是你明白你将来要面对什么，所以你才勇敢踏入这个世界，说我来了。一寡爸爸吼、妈妈把囡仔都生出来，翕一张相，就去拍去互人讲，我叫什么名字，我来了。骗笑，伊哪知影啥？对不？是爸爸妈妈咧讲啊，讲我来了哈。第二个生日嘛同款呢，唔是讲我已经知道我受洗。我领受圣神伫我的中间经验，上帝同在我就拢知啊，我就勇敢讲，我来了，我有力量。No， 拄好倒病。第二个洗礼是因为耶稣敲门，我愿意开门，然后我要承认我自己不能够，没有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乃是单单依靠耶和华上帝。我要放手。第二个洗礼是讲我要放手，上帝甲我同在。伊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这是第二个洗礼，嘛是咱即马要迎接圣诞节最重要的功课。因此，圣诞节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盼望，也给我们信心，经历到那个和平。靠人没办法经历这个和平，只有借着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然后，基督信仰非常重要，耶稣的诞生，耶稣的出世，被带给咱喜乐。所以咱常常人会讲啊，这基督徒看起来笑眯眯，其实因为迄经验到喜乐、祈祷、感恩夹到顶。每一个感恩带来喜乐，让我们进入跟上帝的亲密。保罗提醒我们，所以甲咱讲主君啦，咱就爱喜乐。所以伫大降节中间，伫领受洗礼的时刻，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位，也盼望有许多还没有坚信你或还没受洗的朋友，你可以把握机会，因为坦白说，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样，但是我们也不是在明白了以后才来坚信你或受洗。恩典在明白之前，在你明白之前，已经领受太多的恩典，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上帝跟我们同在，所以唔免去想讲啊，我要知影偌济圣经，我要看几届啊，迄个学道班我拢上了啊，我知啊，我才要领受洗礼，唔是安尼。咱要学习的就是主耶稣，我欢迎你来，我放手，互你做我的主，甲我的救主。所以不管得时不得时，你就会伫你的生活中间，拢互人看出，这个人有上帝甲伊斗阵。当然，你也当有一寡技术性的处理，就好像我们昨天感恩见证餐会，我们也借着餐会让朋友来，总有200多个，最近来踮遐听见证的有160几个，大家最近伫这个所在，借着餐会技术性，大家聚集来领受见证的分享。2礼拜后，今仔日是初一，2礼拜后15，嘛有几个青年，嘛要用另外一款的方法，甲人讲圣诞快乐，讲耶稣基督已经过活。这8个好胆的要去参加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要走21公里。2礼拜后，咱若做第2场礼拜，咱再看因转来是什么款的。但是呢，它不只是前面，我讲若要做运动，不是干那头前有一个护马的牌啊，后边因拢要搭这张纸，左边这个 A4 的纸，会甲因做好彩色的。圣诞快乐，耶稣已经复活了。士林长老教会。老8个人后壁拢搭这块记者真有兴趣还是讲边仔的人真有兴趣。咱要甲人讲，伫圣诞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降生跟我们同在，而且他复活了，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有我们的救主。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经历这款伊时刻甲咱同在的功课，特别。是当咱咧进入圣诞节期的时阵，想看卖我安怎备办家己来参与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我是不是会当甲厝内人、甲朋友来分享一个见证？多一个事件，多一段时间，我经历到以马内利的上帝，绝对毋是咧顺境，真有可能是伫咧死荫的山谷。高祖明牧师伫咧1980年4月被掠。一直到1984年，伊总共被关4年3个月，佮21天。伊受关押的中间，伊做几落首诗。
伊做几落首诗，中间有一首诗，就是咱拄仔所锻炼的，咱即马最近所要来看到，拄仔已经严格，咱拄仔踮咧讲即首诗歌，伫清静的暗暝，拄仔吟迄首诗歌，你听起来就哇就 nice 的对无？伫清静的暗暝，主耶稣出世，面貌真古锥，爱知影，伊迄阵也是受关押的时阵，1982，互人关押。莫名其妙的罪名，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关了4年3个月又21天，但是还在监牢里面，在监狱里面，他做了几首诗。有一首诗是说：“上帝啊，我跟你求一只蝴蝶，让我生活比较有情趣，结果你竟然给我一个毛毛虫。”他的诗就类似这样。到最后呢，他说：“哦，原来你的意念高于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于我的道路。虽然我看到的是毛毛虫。”但是有一天，我经历到蝴蝶的新生的重生。另外一首诗歌，就是咱拄仔所吟53首，在讲到清静的暗暝。咱来看，在监牢里面的一个囚犯，他竟然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信仰告白，说：“主耶稣，我爱你，请在我心里，让我能够专心尽一生来回应你的爱，成为你光明的孩子。”刚刚我们所唱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唱另外一首41首，咱要求主以马内利的上帝，伫圣经中间实际上敢若出现一解。虽然讲咱讲伊3摆伫2个圣经册中间，但是实际上就是踮伫马太福音要咱世间人讲以马内利，我甲恁斗阵，上帝甲咱斗阵。咱吟第1节、第2节、第4节、第7节，圣诗41首。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行你因受千刷之子，相信耶稣望心行他日，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主被来临，请来，以色本地，逃亡就来百姓，拯救离开地狱怜惜，发出死无魂梦生命。以马内利，以色列主被来临。第4节，请来，请早来临，开讲快乐充满心灵，挂山也感恩分一切事关世消除，欢喜以马内利。请起立来吟第7节。请来，万福耶人，因为耶莲他接到万运到底应用力，可世中小比好比，欢喜以马内利，最世主的来临。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出世真侪人来到阮的中间，互阮经验到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的真实。恳求主你继续踮在阮的中间来做主，掌管阮的性命，
通互阮会当得到你所享受一支美妙生命的阳光，通日日换新变化，来经历到主你所给阮丰富的活命。愿咱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咱今仔日最近伫圣礼顶的中间，有一个姊妹要领受洗礼，有3个细囝要领受小儿的洗礼，所以咱即时咱请义林来甲台前。我们刚刚有特别提过了，其实受洗就是第2个生日，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如果经过了第2个生日，你会学习更盼望前面的道路，上帝的带领保守。所以洗礼既然是从上面来的一个重生，对伫安尼，咱就知影上帝伊家己本身引带，特别是今仔日踮咧咱中间的义林，伫细汉的时阵，父母已经带伊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领受洗礼，咱相信迄个应允已经伫伊的心上。这个时阵，伊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做信仰的告别，来坚定伊的信，咱称作坚信礼。所以，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这个地方，我们盼望你也能够把握机会，无论是受洗或坚信礼，让你生命有另外一种转变。不是你更有把握，不是你更知道怎么做，而是你学习更会放手，让耶稣基督来掌权、来带领。不是你因为明白了，因为病得医治了，因为考上好学校了，因为事业有成了，所以你来受洗。不是，反而是在死荫的幽谷，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更深刻经历到以马内利我的需要。所以以琳，你在小时候已经领受这个洗礼，这个时候长大了，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告白你的信仰。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他提醒也能够在你的身上，凡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在父上帝面前，我也会承认他。既然在人的面前来认我的，我也踮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要来认伊。所以，请你来回答我所要问你的。上帝是咱的天父，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圣神是咱的保惠师，你有相信无？咱就要诚实认罪悔改，我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独独敢若我靠耶稣，毋是咱家己有法度来洗清，你有相信无？咱一生的跑走，都要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主的道路顶头，尽咱做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你细汉已经领受洗礼，即时也告别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属灵小会官兵接纳你，行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我感谢你设立教会伫这个地面上，因为你有答应要对头到尾保守你家己的教会。我也感谢你，以前伫细汉的时阵就已经有领受这个救恩，你极大的疼甲保守引带，互伊大汉。伫这个过程经过真侪挑战功课，但是你圣神奇妙的保守，互伊这个时阵会当来告别伊的信仰。我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这个时阵，伊将家己奉献予你，恳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当伊就近圣餐，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保惠的时阵，你互伊清楚经验你的疼，有分伫你的恩典。恳求你对顶面来的溃力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伫你，因带伊日日进步来亲近主，
通有一日徛伫主的面前，受你讲好，搁尽忠的罗卜。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请怡琳向后转。怡琳吼，天生咧，咱就无够衰咧，所以伊的爸爸妈妈吼，咱请吼音乐牧师甲宗贤执事，咱给你吼。还有亲友团哈，哥哥底下，哥哥在后面哈，怎么只有一个来？还有表弟呀、什么的亲友团都在那个地方哦。啊，哦，还有朋友，那个从台中过来的朋友哈，来，他们的职工，职工嘛来吼，因为职工迄个孙伯兄职工吼。上面还有一些啦。阿过丁桃那个朋友啊，堂表兄弟姐妹哈，谢谢你们哈。好，对，咱吼洗礼了，咱有圣经甲洗礼的证明吼。咱请小会员握手接咱，我们吼由长老代表握手来接咱吼，代表教会恭喜。咱小会员，咱等顺连去一个香哈，没关系，这小一次再照一次好了。既然出来了哈，好不好？来，你按手夹嘛哈，来，咱张罗车夹好不？好，咱徛两排好不？咱徛两排哈。咱有一个洗礼证明，阁有一本圣经哈，阁有一本圣经，啊要送人5万会当诚说伊的帮衬哈，恭喜！来，看挂头前哈，看下次。好，谢谢哈，好，来，我们请坐。那个年轻的朋友会羡慕吗？除了毕业典礼后，我们有人家送花，这个时刻有人说这是新的生命，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经历。我们盼望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坚信你的弟兄姐妹，你好好把握。我们在12月、4月，等一下小慧会确认，我们看看4月可不可以放在第2个礼拜复活节哈。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坚信你的，盼望你能够好好把握今年的机会。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很特别，我们跟世界的长老教会一样，就是讲咱除了有大人的洗礼以外，咱有小儿的洗礼。马可福音有记载，爸爸妈妈带囡仔要来就近耶稣，毋望耶稣甲囡仔祝福。但是学生看耶稣真忝啊，就拒绝因讲袂来，囡仔毋通吵。看像咱大人若食饭，大人从小就囡仔拢叫伊毋通吵。哇！耶稣讲袂用的，用阮细囝就近我。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要进上帝国，就是像这样的孩子。所以耶稣抱了小孩子，还给他们祝福祷告。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圣经基础，长老教会有小儿洗礼。我们有3位小朋友要这个时候在爸爸妈妈带领之下来受洗。我们请爸爸妈妈带孩子来，苏妍，然后知安，还有对，那苏穗来。一人洗礼，全家得救，所以全家都要出来哈。来，像我这边哈，面对这边。来，咱较过来一点哈，来，舒适点给 OK 好。细囝伫咱的厝内面。那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产业，照圣经说这是一个产业哈，所以对爸爸妈妈来说，这个是一个最甜蜜负担的产业，很甜蜜的产业，但是负担很大，对不对？当过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拢知，对不？好，迄个压力有够大，有够辛苦，要请这个囡仔大无遐容易。
那干那这个六 K 请来大汉，让他学习，让他出国读书，更重要的是那内在生命，那属灵的生命如何让他能够认识到天父上帝，一生倚靠他。我讲较嘴摆吼，有人定来我讲无事唔通阁讲，讲了变真的要安怎？我讲我真的就欢喜快乐啊！我定来讲我阁食无久啊，所以我甲阮囝讲，就爱我靠天父，对无？咱有影啊，那么这个地面上哪有可能我靠地面上？所以爸爸妈妈们，你来回答我现在跟你讲的哈。我们照刚刚的圣经的教导，耶稣说容许小孩到我这里来哈，所以我们今天抱着孩子来，请你们回答，请回答我所要甲你问的。上帝是咱的天父，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圣神是咱的保惠师，恁有相信吗？伫这细囝成长的过程，毋是靠咱家己的才调，靠咱家己的经验，靠咱家己的脑，是独独我靠上帝话，甲圣神内在的同行。我靠上帝话，甲我靠圣神的感动甲引带，通我互咱的细囝领受上帝话命的话，学习教会的规矩、经验，甲兄弟姊妹三甲交陪这款的快乐，恁愿意安尼行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知影这个救恩极其奥妙。当父母讲阮愿意接纳这个救恩的时阵，这款救赎的恩典嘛要降落伫这三个细囝的身上。主啊，伫你天顶话命册顶头有因的名，阮感谢你。阮恳求你圣神特别甲这三个家庭，甲因的家族三甲斗阵，互因会当常常用主你的听，甲你的忍耐、谦卑、温柔来栽培因的细囝，通互因会当一路长大，亲像主耶稣共款，身体渐渐勇健，得到上帝甲人的疼惜。主啊，阮嘛要恳求你圣神保守这几位细囝。成长的过程，毋但干那伫儿童的时阵快乐，伫少年的时阵有真侪挑战甲忧郁，你拢保守因无受伤害。到有一日大汉的时阵，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承认坚固因的心。愿将因三位甲三个家庭仰望交托伫你的圣手，恳求你会听甲怜悯，永远无离开。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奉咱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树林教会的小会官兵，接纳咱三位正做咱的小礼会员，三角点伫上帝话命册内面。阿们。这个时阵，请咱向后转，来，这个哈，苏妍，拍拍手，好。来，咱有一个证明哈，这个，唔知，来向后转，真欢喜啊！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所以哈，这姐姐要看一下，上次你也有哈，苏妍，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苏水，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治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感谢主哈。我做牧师30年，洗礼遐侪第一摆，毋但是想孙想迄咯，想久啊啥，吼看到迄三个袂洗，敢若咱家己的细囝共款咯。咱知影苏妍吼，陈苏妍，伊的姐姐吼，伫即个所在苏穗稻穗的穗哈，稻穗的穗哈，这是爸爸哈黄凯甲林轩知安哈。要安静，知道我是上帝。知安，好，知安爸爸妈妈的家，个姐姐
2节哈，伫这个所在哈。好来，咱吼来送一个证书，水礼证书。来，我恁甲摕哈，小朋友，好，来，第2个，来，10岁哈，大家第3个，来姐姐带领哈，来治安，好，咱请小委员甲怡琳，咱过来好不好？来，怡琳就徛，怡琳徛喺边啊，哈，咱小委员咱拢徛后壁，恁徛头前哈。来，前面就是受洗的家庭，小会员是代表教会接纳，代表教。我知影吼，今仔日个人特别做礼物，有人献花，个人做鸡卵糕吼，等下要互因吼。嘿，咱看头前，来这边可能，来吼 ，OK， 好，可以了吗？好，谢谢，感谢大家吼，动一点仔时间，好，平安，好。再次拍手欢迎这几个家庭。好，来，那个苏妍的亲友团举手，阿公阿嬷吼，阿个吼，加迄个那亲家阿个阿外公阿嬷吼，亲友团吼，来苏岁吼，伊叫做黄凯，爸爸叫做苏黄凯，妈妈叫做林轩，伊的外公即马伫銮教会的牧师吼。所以这是牧师的孙啊，咱拍手啊，好些。圣之安，要安静，知道我是上帝。有个姐姐叫什么？艾文，还有2姐叫什么？爱心哈。妈妈叫做介文，爸爸叫做以文啊。好，感谢。好来，亲友团，后夜来阿公阿嬷，地牧师。第1位就牧师牧师娘，还有什么啦？镜头对，要叫阿姐哈，嘿，亲友团哈 ，OK， 好，谢谢。阿没有小会没对，来，请坐哈，来，请坐嘿。在我们教会的圣礼典，有一个部分是洗礼。另外一个部分是圣餐，所以咱即阵要领受圣餐，是咧讲甲主3甲制度，咱请服侍的长老来甲台前。踮伫教会，咱有一寡祭旗，有一寡学习，通过备办，通过事件，通过动作，咱互咱家己的生命更较丰富，通成做将来的帮助。咱感谢主耶稣，为着咱备办这个圣礼典，备办3甲祭以备办这款的宴席，所以欢迎所有已经领受洗礼的兄弟姊妹。无论你伫倒一个教会、倒一个教派，你拢会当最近来领受这个饼甲这个杯。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路苦背重担的，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踮咧这个世间，咱有真多的挑战、甲重担、甲功课，生命无同的阶段，拢有这个功课。但是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后来保罗在教会历史上面特别教导我们。保罗特别讲：“主受卖迄暝，有提饼起来，擘开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佮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学习迄个款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饼甲这个杯，恳求圣神，圣神啊，阮恳求你来
来分别这个饼甲这个杯正圣，通正做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恳求你也帮助阮，陪伴阮的心，诚实认罪悔改，通好领受救主耶稣你所为了阮成就的救恩。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分我的永远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每一摆咱领受这个饼甲这个杯，就是来就近耶稣，互咱的心灵，互咱的性命，互咱每一个日子拢得着饱。食这饼，啉这杯。主耶稣甲咱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当咱踮咧这个世间的日子，常常有感觉孤单、夭饿、喙焦的时，主耶稣讲，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当咱有心无想要亲近主，要互咱饱，食这饼。食这饼，饮这杯。敢有人也无接到饼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用感恩的心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阁讲：，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
听起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我甲伊甲我三甲遮，还袂细的朋友，也是还袂艰辛的朋友，我知影逐个人拢有真侪的苦路，有当时啊是家族家庭，有当时啊是传统，有当时啊是咱踮伫台湾这个处境，咱要认耶稣做主做救主，有真大的挑战甲功课。但是咱对圣经会当看到，其实遐拢袂成做咱的读解，咱毋免烦恼，嘛毋免看路，讲我说咧信耶稣，我其他的要安怎？天父上帝，以马内利的上帝，伊亲自会料理，会甲咱接纳这一切。无论咱的祖先，无论咱所拜过去所有的宗教行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伊亲自要来处理这一切，甲咱料理好势，所以咱通放心。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到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我甲伊甲我三甲食，通过啉食，领受活命的饼，领受活命的美牛，食这饼。”啉这杯，食这饼，啉这杯。这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新约，咱用感恩的心同齐来领受。每一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为着你死，为着我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领受你这个极大的恩典。诚做阮属灵的食面，恳求圣神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搁一摆伫你的厅内面立志，愿意将家己献伫主的面前，忠心诚实，跟对主跑走头前的路站。无论伫家庭、社区、伫教会，会当诚做见证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你的行礼。也互人看到就欣赏嘛意爱，要来认捌主，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恳求你赐福看顾，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对今仔日搁一摆得到快乐，得到重新改变的快乐，通好来享受领受主你所赏赐阮的恩典，甲丰富的活命。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圣餐到这。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主
请起立。请坐。请咱掀开周报第一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8章12节。耶稣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咱做伙念2摆。约翰福音书8章12节。耶稣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福音书8章12节。耶稣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暗，反倒光。”咱先来欢迎，有头一摆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无，啊无咱咱先迄个依林的朋友，啊无写迄落，来依林家己介绍一下。有真侪伊的朋友吼，对台中也是讲对所在来，请起立，互阮家己欢迎一摆吼，各一摆来欢迎，欢迎这宜林新生的他的所有的这亲友团，好欢迎你们哈。还佫有迄个咱久久无看啦，应验牧师吼，师长。还佫来田牧师吼，田牧师，牧师你好，来欢迎。唔知还有无？哦，无咱来关心咱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今仔日的献金会正做花莲大专的奉献。后礼拜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郑正仁牧师会前来本会讲道请安。后礼拜下晡1点半，儿童主日学举行圣诞欢乐派，迄天幼心无开放停车。12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岛还是办公室买。12月7号下晡1点半，姊妹雅高场的圣诞福音大会伫杨姊妹厝举办。12月7号暗时7点半，社区圣诞音乐会伫礼拜堂举行，欢迎邀请朋友参加。今年圣诞活动的预算是33万，请兄弟继续带导甲奉献。12月22号中昼12点半，本会伫中山海霸王举办圣诞爱餐，报名到12月8号。
今年希望伫圣诞的感恩系列活动，时间地点请看周报。12月7号到8号，本会科牧师、牧师娘前往参加伙伴教会牧灵教会吴小凤牧师续任的感恩礼拜。12月2号到4号，本会科牧师前往参加圣经诠释营。12月3号到7号，张胜伟团队休困。明仔双年团契举行月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12月13号，台北中会伫马街病院的礼堂举办圣诞节感恩礼拜，请要参加的兄弟伫12月3号进前报名。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零线项目，放伫招待岛，欢迎兄弟零线。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导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带导，愿上帝安慰甲医治。佫一摆提醒，就是后礼拜后礼拜咱咧有迄个圣诞欢乐派，所以讲要新无妨停车。咱若要停车，可能爱较早的较早的时阵，因为咱会当停的是敢若士林国中士林国中伊有一个限制伫个，咱上最会当15位，所以讲你若是袂当入去的时阵，请你待喺外口的停车场以上。公道时间咱最近伫个关怀公道的中间，咱要请音控室甲即个荧幕甲升起来咱今仔日12月初1进入咱讲圣诞节大港的祭旗。今年的布置我感觉可能爱小可讲一下，因为青年人因最近大家拢流行安尼输出啦电脑重重的输出。咱古早是慢慢点样加，慢慢点样剪贴，你会记袂？40年前、50年前，布置是慢慢剪贴。今仔日因有一点仔复古所以这拢是安尼慢慢加出来慢慢加出来。我拄开始嘛看无啥有，勉强看会到3个朴素。虽然这个朴素较卡通，摕咧面，咱看会出来迄个表达啥，对无坐了久久。但问题是耶稣出世，哪会走出来？迄几字是甚物字迄几字敢若是英文字，其实毋是英文字啦哪会走出来？迄右边你若要讲 INRI 犹太人的王迄是耶稣要互钉死哩架啊！我讲为什么？迄等你明年受难周过偌济才用去评嘛？因竟然甲我讲耶稣出世就是为着死。多加肉体的任务，耶稣道成肉身的任务就是要上十字架，所以要把这样的一个完整呈现所以再有两项我可以听了，我感觉这青年人因这款的思考真正实在是感动人耶稣的出世就是为了你与我来上十字架，为了你我来死，互咱得到新的生命。我讲安尼所以因讲牧师我敢袂当安尼嘛甲耶稣表示一点仔温暖。我讲要安怎表示？因为我踮咧十字架弄一个围巾天气冷啊。有人讲我十字架哪会当安尼咱知影咱新教加利文的系统实际上咱讲踮咧拜堂中间，逐项有记号有伊的意义，但是咱无甲伊当作是一个偶像，但是嘛当作一个信仰的帮站。十字架帮站咱经验耶稣基督为了我的救赎。但是我想，咱表达这个温暖，天父上帝应该嘛真欢喜用这款甲大家分享，通好互咱对12月初1进入大港的祭旗，咱每一天伫咧灵修的中间，搁较含主3亲近3结连，所以伫咱家己的功课，无论咱家庭工作事业各种，以及教会，拄咱看真侪事工，咱也特别为了香港，即摆已经一个段落。但是咱知影，绝对毋是结束。这背后用香港、中国迄款的统治的方法，咱求主怜悯，开阔香港一个较正常地区的一个建立。咱嘛求主看顾，
咱台湾甲咱规个环境，伫12月庆祝圣诞的时阵，毋是干那看到礼物，听到迄个平安眠的歌，毋是干那看到圣诞的大餐，是真正去经验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即时请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咱来祈祷。要上帝，我感谢你，圣诞节。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面前领受你的听，特别是今仔日这款的一个节期，互阮搁一摆来含主你衫，主恳求你所应允以马内利，真实伫阮的中间，通互阮有心款的时阵，拢会当亲近你，恳求主你搁一摆应允，互耶稣的降生真实的听伫阮的心内，伫阮生命关系，主阮感谢。只有安尼，阮才会当得到你的听，感谢你。真是有幸。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甲阮同在，恳求主你怜悯帮赞。虽然阮有人信主真久，但是伫人生的历程中间，有当时毋拄好，阁会得罪你。也是伤害身边的人，主啊，恳求你赦免，搁一摆应允阮。当耶稣降生的时，主你会听真实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伫阮的生命关系中，通互阮经历你永远甲阮同在。愿你的听甲怜悯，拢无离开阮。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营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营煞，请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今仔日的礼拜到这。